會，歡迎嚟到三合會講黃賭毒嘅時間。勝哥，好，大家好，夜晚而家咁，聽日咧都有3場嘅，咁都係買連日位咯。咁就由第3場開始，咁第3場咧就揾10號做膽，就係黎超星嘅夢照法，就搭翻5號嗰隻進城區就告東嚟嘅，跟住拖埋隻9號隻風起雲湧。咁呢場咧，你可以買埋政府 Q 嘅，如果買好似買細注啲都可以買政府 Q。咁搭埋第4場嘅，就1號膽就我做到，跟住拖埋潘頓隻升價，同埋5號隻黑桃火箭。咁呢場可以買正 Q 嘅，因為嗰個賠率都唔好高，先比較熱啲。咁呢場可以買翻正 Q。跟住咧就第5場啦，咁就呢場都係正 Q 嘅，因為都係熱啲嘅。咁1號隻長勝金剛。咁拖翻隻3號嘅新力，再買埋隻可靠大師。咁今日都係呢幾場咯。好啊。不過我哋嗰個 AI 嗰度咧，仲有一隻大冷門喎，有一隻大冷門仲做，我知道。係啊。係正嗰邊好似係60幾倍，好似係啊黎超，好似係啊廖康明嗰隻。係。我睇到。係嘛？係啊。我有買㗎，不過我揾錯咗膽嘅嗰場，我有買呢隻馬㗎，如果我中腳咯。我揾隻熱門做膽拖2隻，都係拖3隻就拖翻呢3隻大就中腳咯呢場。嗰場6000幾蚊 Q 嘅，我中腳咯，所以係啊。冷門可以跟進下嘅，有時最主要原因咧 AI 嗰邊咧，如果係真係睇到，如果當日嘅馬房，如果頭門或者係中間咧有買贏咧，咁咧可以請高啲嘅，因為廖康永嗰日起個孖就係咁樣。我所謂點解會買咧，就係幾個廖康永頭門嗰度贏咗，跟住尾後嗰隻咧我冷腳咧，我更加要買翻。其實 AI 嗰邊咧，我覺得冷門咧，如果有實力冷門咧，其實係真係有機會嘅。我因過好多次㗎啦。係，唔係同埋因為佢我冇俾到呢個賠率俾佢，所以佢唔會知道究竟嗰個賠率係幾多，所以對佢嚟講係冇任何分別，佢淨係得數據，咁就會公道啲啦。係啊，即係佢變咗佢會比較唔係俾個賠率影響到佢俾 AI 嗰邊俾嘅馬咧冷門嗰邊係特別冷啊，即係佢唔會理佢冷定熱咯，咁佢會照正常咁俾咯。所以有時嗰冷門 OK 嘅，我而家睇咁多場嚟講就係啊，所以有時啲冷門咧，如果 AI 嗰邊有俾咧，咁可以啲冷門可以拖翻嘅。係就咁咯，我而家睇到就係咁。好啊，咁就大家可以跟進下嘅。係啦，今日都係會照放上去㗎啦，咁就係啊。咁 OK 啊，大家可以跟進下咯。如果大家有啲啱心水或者冷門有時買唔到嘅，可以跟下嗰啲冷門都 OK 嘅，拖埋都得。好，咁就大家贏多啲啦。咁啊，一陣間就會擺埋上去嗰個 AI 個數據啦，大家參考。